大家好，歡迎收聽 Car One Podcast。今日要講嘅主題咧，相信好多香港打工仔咧聽到都會心動，就係香港最啱打工仔嘅座駕大比拼。揸第一架車係好多人成長路上嘅重要一步，但係香港地方細，泊車難，人工又有限，揀咩車先最聰明？今集就同大家逐樣分析。不過開始之前啦，有樣嘢想大家幫幫手啦，就係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俾個 like。多謝晒各位。事不宜遲，馬上開始今集節目。打工仔點解想買車？有人話係為咗返工方便，有人話係為咗形象，仲有人純粹唔想再同人逼地鐵。但係現實係香港揸車其實成本都幾貴。如果唔係一炮過買車，就要每月供車，之後仲有每年都要俾保險費、泊車、油費同埋定期保養。既然係咁，喺有限嘅預算之下，邊啲車先最啱香港打工仔呢？咁首先要講啦。買車呢，唔係淨係睇車價，以一架大約20萬嘅新車做例子，如果分期5年呢，月供大概3000幾，之後每個月仲有呢啲費用等住你去俾。首先就係泊車費，如果月租市區停車位大概一個月2000、3000蚊走唔甩，偏遠少少嘅地區爛地停車場都可能要1500蚊，部車都要食飯啊，就係入油費啦。香港油價咁貴咧，如果成日返工代步啦，每個月1000幾2000幾油錢都係走唔甩啦，而且係講緊你部車唔係太大食嗰隻。之後咧就有保險，呢個係1年俾一次，價錢可以因為唔同保障條款而唔同嘅。如果你新牌仔，第1年保險仲可能要1萬以上，所以車牌真係越早學越好。仲有，部車同人一樣都會病，都要定期保養㗎。一般汽油車每年都要換機油、風架，睇你返原廠定係出面車房做保養，又要睇你用乜嘢機油，價格有高有低，個保養費1000幾蚊到5、6千蚊都有可能，就要視乎你嗰部係乜嘢車。越靚嘅車當然保養越貴啊，例如 Benz 啊、BMW、Audi 嗰啲。咁講完之前嗰啲呢，就到車款大比拼。首先講下細車款式，對於初出茅廬嘅打工仔或者新牌仔，細車係最合理嘅選擇，例如豐田嘅 Yaris、Honda 嘅 Jazz。仲有 Suzuki 嘅 Swift， 佢哋嘅優點就係車價唔會太貴，新車咧大概20幾萬鬆啲，油耗低，車身細，泊車容易，香港街窄路窄特別啱。不過缺點就係車廂空間有限，坐4個人咧已經就覺得逼嘅。咁啊，車廂嘅用料咧就質感偏普通啦，唔會有高級感啊。總括嚟講啦，細車咧就好似 iPhone SE 啊。實用夠用，但係唔會有太大驚喜嘅。第二類就係近年好受歡迎嘅平價 SUV，例如有豐田嘅 Corolla Cross、Honda HR-V、Mazda CX-3。佢嘅優點係車身比較大，後排同尾箱實用，視野高啲，女士開車覺得安全感多啲。SUV 形象比細車更大方，帶客戶出街都唔太失禮。缺點呢，當然係價錢比細車貴啊。新車咧大概要22到28萬，油耗比細車多，車身較大，泊車難度比細車高。可以咁講，平價 SUV 就好似 iPhone 15，唔算豪華旗艦，但係夠晒 mainstream 最受歡迎嘅選擇。第三類就係 MPV， 多人家庭或者需要載人載物嘅打工仔，往往都會考慮呢一個選擇。代表作有豐田嘅 Sienna、Honda 嘅 Freed， 甚至貴少少有豐田嘅 Noah、Nissan 嘅 Serena。優點當然係7座設計，實用性爆燈，可以一次過載晒幾個同事去開會，或者一家大細 weekend 出遊。車廂空間好闊落，上落車方便，老人家同小朋友都啱，而且二手市場需求穩定。保值力唔差，缺點就係車身偏高偏長，泊車難度比 SUV 更高，同埋油耗都係比較高。如果係年輕司機駕駛 MPV， 形象上未必咁潮，更多係實用掛帥。其實 MPV 就好似一隻大容量硬碟，唔花巧，但係可以裝得最多嘢，最實際。講完 MPV。梗係唔可以唔講電動車啦，因為近年真係好多人第一架車就直入電動車，特別係屋企泊車位已經有充電設施嘅車主，佢哋揀車時都會將電動車放入選購清單入邊。其實而家香港電動車選擇好多嘅，由細車到大車，再由平價到貴價都有。如果想知近期有乜嘢新電動車，大家可以直接喺我哋網站入邊揾到最新嘅試車報告。講下電動車嘅優點先，唔使去油站入汽油係慳好多，平時充一次電係會比入汽油更平啊。至於揸車時嘅駕駛體驗會好啲，
尤其是同二手汽油車相比，電動車行車夠靜，電門即刻有力，城市代步特別爽，車廂科技感會比較強。但係問題就係，你住嘅地方或者經常出行嘅地方，充電基建未完全跟得上。如果屋企停車場冇充電位，就要出去同人排隊搶位叉電。仲有樣嘢值得留意就係，電動車二手價波動大，有啲型號跌價快。如果想知道更多係香港玩電動車嘅煩惱，可以聽翻我哋上一條 podcast。輪到買車最後一類呢，就係玩二手車。唔少打工仔、新牌仔諗住第一架車唔使太靚，識揸識拍先重要，咁就可以買部唔使咁貴，例如10萬樓下可以買到部日本腳車王嘅 Honda Jazz 或者 Toyota 嘅 Yaris， 俾多少少 budget 10幾萬可以揀部萬事得3、Volkswagen Golf。買二手車好多優點㗎，車價唔高。好多香港人都係直接一炮過俾錢啦，因為車價比新車低，買保險價錢都會低啲，甚至只係買第3者保險就夠。我哋揸車平時去街，總有機會泊部車喺街，俾人刮花或者 hit and run 機會就會大增。平價二手車相對冇咁肉赤。二手車當然都有佢嘅缺點啦，就係維修風險比較高嘅。萬一抽到部車係弱煲啦，之後可能要花比較多錢去維修。其實舊車油耗咧未必係咁理想，因為咧技術規格一定落後過新款車，所以買二手車就好似買二手手機一樣，係可以慳到錢，但係真係要睇眼光同運氣。咁你可能會話，你講咁耐，到底邊類車最啱打工仔呢？講講新手司機建議買部二手細車仔，因為車細易泊位，保險價格亦都會低少少，而且撞花咗都唔心痛。之後呢，就係 OL 白領平價 SUV 比較合適，因為有可能日常需要帶客戶或者同事，形象比細車好。再嚟呢，就係住新界返市區嘅人，SUV 或者大少少嘅二手房車會舒服啲，因為揸長途車舒適性都幾重要嘅。我其實幾建議大家到唔同汽車陳列室或者二手車場睇多啲唔同車款，去感受一下佢哋嘅分別。預算好緊嘅打工仔，直接考慮二手係最實際。今時今日咁嘅環境，最緊要唔好俾買車供車搞到自己壓力爆煲，最緊要輕鬆玩。有部車都係想放假嘅時候可以 relax 一下。講到尾，汽車只係我哋嘅代步工具。講真，香港嘅打工仔揸車，好多人都唔係為咗豪華，純粹想有自己嘅自由，唔使逼地鐵，唔使等巴士，收工可以自己喺車廂入邊靜下聽下歌，想去邊就去邊。對我嚟講，第一架車就係一種生活品味嘅開始。無論佢係細車、SUV 定二手車，其實最重要係你真係用到、享受到。總括嚟講，香港冇一架車係最啱打工仔。細車勝在慳錢，SUV 勝在實用，二手車勝在夠抵玩。要揀邊架，真係要睇你嘅預算、生活模式同埋需要。所以，與其問邊架車最好，不如問自己呢：我最需要架車幫我解決咩問題？今集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聽今集 Car One Podcast。你第一架車係乜？點解會揀嗰架？歡迎留言同我哋分享。我哋下集再同大家傾車。離開之前都要提一提大家，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個頻道，同埋俾個 like，多謝晒各位。